好多移民嚟英國嘅朋友都會帶備抽濕機、電飯煲，甚至即食麵呢啲生活必需品。就住我喺英國生活嘅環境，我嚟嘅時候，我帶咗一啲對我嚟講好重要嘅必需品，而呢5樣嘢直接俾到我好多生活嘅安全感同埋樂趣。我而家就介紹一下呢5樣最奢侈嘅生活必需品。倫敦就係咁，唔知點解成日聽到有新聞報道話有人揸住電單車搶電話，所以我第一樣會介紹俾大家用智能手錶。我習慣用智能手錶，好多時都唔使再攞部手機出嚟。智能手錶有好多用途，可以計時、準時提醒你做啲乜嘢。另外，你亦都可以用嚟打信息、睇資料、埋單、俾錢、做運動、check 心跳，甚至瞓覺瞓得好唔好，有冇鼻鼾，佢都可以計到出嚟。帶住隻錶，完全可以唔使再攞部手機出嚟，即係個螢幕細咗啲啫。我就帶住隻 Samsung Galaxy Watch Ultra。其實如果大家用 Apple 嘅話 ，Apple Watch 都 OK 嘅。Samsung 有一個好處就係佢一出就係咁減價噶啦。通常如果話今年出嘅新款咧，到下年1月左右咧，會減價超過一半。而喺英國買呢一隻錶，只係300磅左右，3000蚊港紙可以買到一隻最高級別嘅智能手錶。如果買，我最後提大家去 Amazon 會平好多噶。英國每年都受到熱浪侵襲。其實我哋好似一年已經係熱過一年咁樣，所以我帶備呢一部 Sony Leon Pocket 已經去到第5代㗎啦。呢一部機可以製冷製暖嘅掛頸機器，有一個感應器可以自動調節溫度。另外你仲可以喺手機手動調節，基本上係一部掛頸嘅冷氣機，一掛你就涼晒。唔好以為佢淨係識得凍，佢仲可以發熱喎。喺冬天嘅時候，我仲會戴佢喺頸，着住件褸包住條頸，熱力就滲透全身。呢部機仲啱啱出咗新版，所以我用緊嘅第5代，而家已經平咗好多。部機背面有一塊金屬片，就係搭喺你個背脊嗰度咧，製冷製熱。另外就有一個溫度感應器，基本上係掛喺袋出邊、衫外邊，佢就可以自動感應同埋調節溫度啦。移民英國咧，好多時都係成家人啊，有好多都係帶住小朋友一齊。而我就日日都帶住呢一部拍片神器，通街拍片。拍出嚟嘅片咧就好穩定嘅，唔會震下咁，同埋畫面質素好高，值得推薦俾大家。其實咧，我見好多朋友咧都會用有部可以插落個手機嘅雲台嘅咁佢話咧，即係既然有部手機都可以拍片啦，唔好嘥咗佢啦，平啲買部手機雲台咧，就插落個手機度咧，佢就可以拍片啦。但我見佢哋咧，因為好多都係最後嫌麻煩咧，唔帶出街，唔攞出嚟用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我推薦呢一部 DJI Osmo Pocket， 其實去到第3代啦。我呢個影相拍片嘅質素咧係非常高嘅，跑住嚟影係冇問題，一樣咁穩定。有 4K 120每秒，好足夠噶啦個流暢度。仲有操作好簡單嘅啫，小朋友又識用。好多時學校都要佢哋拍下片做下功課啦，充電又快，方便攜帶，追住所有你想拍嘅珍貴片段，拍咗你唔會嘥嘅。拍嘅時候仲有得追蹤個面容喎，咁變咗你唔使喺度擰嚟擰去，唔知去咗邊啦。我建議咧，其實你加埋嗰個電池手柄咧，其實就令到部機個續航咧就更加耐。呢部機我其實用咗好多年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
都可以留意佢嘅第二代，港紙好似係2000蚊左右㗎咋。大家欣賞下咁靚嘅風景，係用航拍機影㗎。老實講喺英國咧，即係啲環境望落去咧，真係唔係咁靚㗎咋。即係比起附近歐洲國家咧，唔知點解人哋嗰啲係好似真係靚啲啊！企喺度睇就夠啦。咁但係如果我哋喺英國咧用航拍機影咧，我就嗱，你見我喺 Lake District 啦、Peak District 啦，好似去咗另一個世界咁啊！盡顯英國嘅美麗風景，自己對腳行唔到去嘅地方咧，你咪揮架機上去啦，影下就好 OK 噶啦。我推介呢部 DJI Flip， 好輕巧，擠喺袋度，隨時你啊帶出嚟啦，反翻開去就影得啦。佢仲可以追住個人嚟自拍嘅，咁所以咧嗱，你大風啲都冇問題嘅，諗下佢啦。嗱，好悲哀啊！有報道咧就話，舊年24年啊，每8分鐘就偷架車啊，英國。咁啊，大家不如用下而家好興嘅追蹤器啦，蘋果同三星都有嘅。你好誇張啊！呢個人啊 ，umbrella 佢都要擠落去啊！但我覺得如果你架車咧，即係本身可以擠下啦。其實好多位咧，嗱，即係我呢架咁啊，好隱蔽㗎，可以攝落去冇人知。咁咧，車廂入邊都有㗎，啲照擠。咁咧，就算話有人撻咗你架車咧，你起碼知架車去咗邊啦。咁你咪將啲資料交俾警方追蹤下啦。咁同埋如果你係 Android 嘅朋友唔使驚，咁啊 Samsung 有嘅，同樣道理，同樣操作，值得大家使用。節目嚟到尾聲，我呢個頻道都會帶大家繼續俯視英倫，繼續分享我嘅生活點滴，希望大家喜歡。